因为讲台语，铁爸爸来欢迎第一位来宾嘉宾，咱的好家。我是优小号，放好桑桑，像咱这款人。哦，放好伤，放好，好伤。来第二位来宾嘉宾，欢迎咱的熊家。我是陈以贤，山海之中，我上介意。哦，好啦，我上介意你啦，来周瑞达，来欢迎，谢你哦，谢你哦。来，请，队长你好，队长你好。大家好，我是李秀。大家好，我是阿雄。今日两组吼，嘿哦，拢真厉害。安怎伫咱的音乐界吼，拢即马是少年辈是第一名的啦。哦，少年辈的头人就对啦。是，无唔对，无唔对。我先介绍阮这啊来组，请因为啊，我罗东人嘛嘿，这阮组长我是来自罗东啊，人。嘛是宜兰的乡亲啊。来，阮的宜兰乡亲杨小好，优小号，小好，优小好今年发行的专辑，哦，像咱这款人。哦像咱这款人啦，哇啥乃是讲像咱这款人呢？因为内底就是写咱这个时代发生的社会现象。我另外一个身份是高中的老师，对教育现场的第一线，看到这个时代有真侪变化，给记录在这张专辑内底。是，袂歹哦，啊，今日哦，嘛带伊的朋友来啊，是嘛是对音乐拢真有贡献的哦哎呦。嘿，来介绍你去。对，这个是曾卡人的团长，大家好，我是曾卡郎的家雄。来，我扫你去。大家好，我是陈学成，我是写歌词的，哦我是宜兰人，嘛是宜兰人啦。做事的人啦，是老师好，会写词嘛是无简单无简单的，啊你头脑一直爱动爱嘿啊温，嘛爱压甲真水。是哦，这嘛是真无简厉害单的，。拢是读书人啊。是，无唔对，无唔对。好，欢迎你谢，谢来，我扫你去。大家好，我是花心怡，我是苏浩的好朋友。这是阮宜兰的代表，今日代表阮要来比赛哦，摕是100万哦是。好，欢迎这边。哦，阮这边嘛是音乐人啦，是嘿，阮这边吼是今年打出来的金曲奖的台语演唱人上好的演唱人，陈以你贤。我以贤，平常是以贤不音乐的，所以讲最买就爱讲台语的，为高中开始学，最近得摕到歌王啦。对啊，哎呦看，摕歌王无简单呢，是阮这嘛是有入围，啊不要紧，咱个可爱玩秀啦，老师啦。我爱玩笑啦。啊，无咱即摆一个手咧，看卖是毋是真正是？是啦。哎呦！恭喜！啊对用音乐交朋友啊！今日你带什么款的朋友来？嘛是拢是我的好朋友。是，这是迄个欧老乐团的小何，小物流乐团的小豪啊，今年嘛发唱片。哦，就是我有一个乐团叫做欧老啊，我是主唱，个叫小何。小何小何，所以今日嘛是敢若你家己人来尔对吧？嘿，对嘛？代表，啊无人伤济啦。来，我扫你去。所来咧是咱的 engineer good friend，工程师啦，钢电师，嘿，写 code 迄款的，嘿，俊和。大家好，我是俊和，我是小何的高中同学啊，因为小何的关系，就熟悉到异性安尼，感觉伊的因做的物件我就欣赏的安尼。哦，所以才变做好朋友。对啦，用音乐交朋友袂歹哦。所来是来自青阿帮龙帮的属贤，from the BYG。 BYG，哎呦，听起来最厉害呢哦。啊，平常时嘛是咧补习班教书啊，是啊嘛是有咧做音乐，啊我有一个团叫做青阿帮，还是唱饶舌的。其实哦，即摆这少年囡仔吼，会当想要像这种年会吼，会当想要讲台语，用台语来做音乐，我就感觉真赞。咱台语吼，台语歌曲，台语绝对有望啊！有希望啦，是，真正真正。无唔对。啊，若真正讲到希望吼，就要看咱的工程是啥人，你知啊，无？对。今来介绍咱台语顾问老师。欢迎咱的单鸿辉单老师，抱歉欢迎。这回讲台语，心色念歌诗。哦，对，咱就爱是快乐的来念歌诗啦哈。好，来，恁真正有相信有100万无？哦，这季嘛是有100万，看这看这。嘿，啊，毋过吼，做音乐的是无欠钱，看到100万都无哇呢。做音乐的足欠钱，足欠介绍钱。的囡仔拢真正足欠钱。因拢无表示呢。是，无，因为因还未摕到啊。哦，摕到的，哇，然后一张就有啊。后一张就有啊。有道理。好，来，
来要摕到这100万，一定要拼3关。甲恁介绍一下，这季吼要拼3关，今仔日是初赛，今日，嘿，今日若赢就进入复赛，尾啊就决赛，决赛摕到总冠军了，奖金100万就是恁的啊！是，所以咱今日先甲初赛甲摕起来，加油就来通啊来第2道啊！好，今日的第1回合开始。全家有智慧，讲台语摕100万。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西瓜挖大饼，来台语新词大调查，是啥大调查什么呢？佮大家讲一下，譬如讲 rap， 嘿，伊的台语要安怎讲呢？哦，这就是一个新词啊，对不？所以这个单元呢，就是用这个新的物件出现的新词吼，经过阮的调查公司做300个人的专项大调查，是看卖这个新词，大概上侪人念的是倒2个，啊上侪人选的又搁是倒1个呢？哦，是好，啊分数哪算？哦，咱这回合拢中3题，你若拢有着的，摕到6000块6000哦。哦，好，先把6000摕起来哦。好，我要出题啊哦。来，老师，咱请出题。请问拉面的台语上侪人讲倒一种？哦，拉面。拉面，拉面，拉面美秀这边是日本汤面，嘿，就真简单嘛。你甲有看到图吼，就是安尼嘛，啊有汤，啊有面，啊就简单就是日本汤面。哈，嗯，安尼我这边是日本大面，无啦，日本大面，无啦，我是油汤，我油汤晓，我是拉面，伊是油面。哦，哇，用油的啊！哦，哇，你看迄日本的职人，伊是毋拢咧油啊，咻啊，现场做的。所以我讲的是我看到的这一碗面的规碗的感觉，是啊，你看的是敢若面的条本身就对啊。哦，你用口的，嘿，哦，啊，我是日本汤面，我是油面。哦，油面，好来。咱2队，咱请选择，嘿，是我的汤面，还是我的油面？来哟，参详一下哦。嘿，想看卖哦。是，红叶粉桂，红叶粉桂哦。是，来，阮讲一个，好，来讲一个。我感觉是较直接啦，就是日本汤面，这是会使代表日本的文化。是。啊，若是讲牛这个，安尼刚好。系啊，伊爱做一个形容词诶，哦，对不？嗯，系啊，牛面是咱的牛面，对啊，敢会当做迄个拉面的词吗？我嘛唔知。哦，有道理哦。啊，人伊日本人就是叫拉面呐，因为嘿牛面，看爱想看卖啊，我想讲汤面较直接，可以联想，较直接。好，啊，那这边就是看甲你较同款的，对，好，来咱用动作的嘛。对啊，看法相像，我是想讲日本拉面嘛有足侪无共款的嘛，佮有手卡手吧，嘛有迄个沾面，啊，拢是叫拉面，啊，但是因拢爱油嘛，所以讲油面，啊，你可能感觉哦，第一届听无讲无自然，啊，但是讲2届讲3届，语言本来就是，语言本来就是这款物件嘛，讲久啊，就变做对啊，还是变做自然啦。好，啊，那咱老师咧？敢若是想讲日本汤面伤长啊，啊油面较简单啊，嘛较唔知嘿，较有遐气魄啊，油面啊。有 Q 的对啊，感觉真好食。哦，较有迄个辣的感觉。好，来，咱来看一下，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答案是美秀的日本汤面。分数先甲加入去，恭喜得到2000咯！来，咱听老师来解释。所谓的西瓜挖大饼吼，啊，其实就是讲迄个几百分的调查吼，无来问到咱这几位啦。那问到咱这几位，可能迄个比例就无共款吼，因为这日本汤面当然就是较直觉。哦，啊，当然你嘛会当讲牛面，反正有牛面的逻辑啦吼。啊，毋过有一个点，咱会当思考者，因为咱台语吼咧翻译别位的词的时阵，也是讲咱传统有一个讲法，其实有寡伊的逻辑原则伫咧啦。可比讲，咱若准讲开酒的迄个物件，迄个器具，咱就会讲酒开啊，对无？对。就是讲咱迄个名词、动词，然后变做另外一个名词，安尼的一个构造啦。
嘿啊，当然你若讲牛本身是动词嘛吼，所以有可能这个牛面伫个概念上会讲因为伊是对拉面这个拉来的，安尼是对华语来，但是咱即马就讲，若要翻译，应该是讲直接对日语的这个意思，也是讲音吼去想，像拄仔大家有讲到拉面，拉面就是这个音直接安尼讲嘛。对。当然拉面华语翻做拉面是嘛是叫音嘛吼，所以就是到底要哪翻然后大家较接受的，就会愈来愈流传啦吼。目前来讲，就是以这两个问是日本汤面的这个接受度，还是讲感觉较适合的是较济。好，第二题要来哦，老师，咱请出题。请问愚人节台语是倒一种讲法上济？愚人节，来，美秀这边是恁大家拢知影嘛？愚人，迄愚就是戆的意思嘛，所以我直接甲讲过，就是咱的戆人节，安尼较简单啦。阿雄，我这边我认为，因为愚人节大部分拢咧讲喜人，所以叫做喜人节。喜人节嘛袂歹哦，所以咱两个答案拢对的，拢对的，是看啥人上济人选。当然嘛是选我的戆人节。我是感觉喜人节较趣味。你的嘛较趣味啊。好，来两队，咱请选择。必须。阿雄，要分到包牌吗？包牌。没有，那你上面好。哎呦，紧起哦。对。OK 啊。安尼就对啊啦。是，好，那阮的这边的家乡。讲人这听起来就较直观，而且较趣味淡薄。讲人讲安尼可爱啊。其实两个拢足趣味的。对啊。系啊，愚人节听起来就。敢若无什么话吼，戆人你又感觉，安那讲袂用戆人啦。对啊。不过真大迄个艺术，嘿，无唔对。好，来咱这边的小何，感觉迄人节较有愚人节本来的艺术的感觉。迄人节较有原本意思。是，你嘛感觉吗？我嘛感觉愚人嘛会当是你愚弄一个人，嘛会当是迄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戆人，所以讲两个拢对，拢会当翻做。迄个两个拢会使，我感觉包牌是最好的做法啦，所以讲包牌，拢会对啦。对。好，来咱这边的咧啦。戆人就听起来较可爱，系啊，卡哇伊，听起来较卡哇伊啦。不过到底是我的戆人节，还是我的喜人节咧？好，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答案。美秀的戆人节听起来介高水。好，来两边都有分数，甲加落去。恭喜这边得了1000，好，1000。那咱的换嘛是1000哦。就是像拄仔两队讲的，其实拢有寡道理啦吼。你若要针对迄个富尔吼，迄个来翻译，你要讲是戆人直接安尼讲吼，无啥物唔对。你讲这节日可能伊原本意思是甲人。不管是戏人还是创治吼，可能有的人感觉是创治嘛，是一个讲法。创治节袂歹啊，创治节嘛，不离啊袂歹。对，但是即马变做是讲，当然这个比例上有较差较济吼，就是可能这个戆人较直接感觉讲就安尼翻就好啊，所以也是选的人有7成吼。遮尔济，戏人吼，这个音就是大家可能会当来想看你是讲倒一个音，因为拄则咱两位主持人讲的音就小可无共，吼，因为伊的原本的调是游戏的戏，变调变戏人，不过足侪人讲戏人吼，其实那教书店教育部书店所讲戏人变做是一个俗音啦，吼，因为伊这个。原调、本调安尼变应该是戏人安尼啦，就是讲戏剧、戏团吼安尼戏院嘿但是问题大家敢若即个俗音就是足流传足快吼，对所以大家会当想者，你是讲到一种？听起来拢真有道理哦吼。好，来，咱第3题要来哦。加油哦！即摆拢有分数。袂歹。好，来，老师咱请出题。请问死田台语倒一种？讲上济，
哦，史田呐，史田就是糖放伤济啊嘛，所以美秀这边是糖蛋甜，因为糖蛋甲糖是无共的哦。哎，糖蛋就真正的比糖精啦，算是第一名的啦。是爱放回去了，就足甜的啦。所以我这边是糖蛋甜。啊那阿雄，我这边的讲法是夭寿甜啊。哦，你这介实在。对，夭寿好食，夭寿咸，夭寿甜。哎呦，安尼干脆讲阮宜兰的禁甜啊，禁甜啊，又嘛是咁快。哎呀，到底是我的糖蛋呢，还是我的夭寿甜咧？来，两边咱请选择。必须阿雄演一边。哦，来，哦，来，咱看这边，咱的好的。你你选的是夭寿甜？其实阮拄有一寡讨论啦，但是感觉选择的较直接的安尼。嘿，夭寿甜，对。好，来咱这边的咧。可能某一种可能是讲，哎，这个足甜，啊，但是甜甲足好的啊，夭寿甜，夭寿好食啊，啊，无讲死甜代表。啊，我有一个问题是。啊，咱讲咸是死咸嘛，啊，来较袂当讲死甜。系啊，袂当讲死。对，所以你选这种糖蛋甜。是，好，来，安娜湾这边老师。我是感觉夭寿甜真有这个画面嘛，敢若啉着就哇夭寿安尼，真甜。这是食饭啊，食饭就直接的代志啊，啊就好食就好食，哇，夭寿，哎呀，好，哎。较直接啊，对啦，即摆少年人看拢直接讲就对啊。这靠我少年人的开口，无唔对。好，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答案是阿雄的夭寿甜。哦，真正夭寿啦。好，来分数我加落去，恭喜加2千咯。来，咱这边加1千。嘿，其实这真大家讨论啦吼，因为这到底意思是啥物？是好啊歹？嘿，啊是毋是过头甜？啊是假甜？啊是啥物吼？就是讲，因为你若是糖蛋甜，迄个糖蛋的意思，咱知影拄则讲是糖精嘛吼。啊糖精其实就是假的咧，就是毋是迄个算做较化学的物件啦吼。嘿，啊甚至是较负面嘛吼。对啊，问题是，那夭寿甜，有的人可能会感觉讲，当然咱拢用甲做关系啦吼，形容有的人甚至甲伊形容做是最高级的迄个形容啦。夭寿水、夭寿甜、夭寿好食，啥物吼？当然这有时啊有一寡可能是环境的时代变化啦。因为古早时代讲夭寿，大家拢会感觉讲啊，迄是歹听话，唔通讲这个事。啊，毋过落尾毋知对当时开始变做大家拢用这来当做是一个最高级的这种形容吼。啊，我意思是讲，不管是讲真啊、真啊、足啦吼，这可能伫这个要分级来讲，拢会感觉讲，可能要搁输这个夭寿甜安尼。两边拢夭寿熬啦。夭寿巧。来，咱来看一下分数，好队即马有5千。好，啊来这边。兄弟有2千。哦，袂歹哦。好，来去咱的第2位啊 ，AI 时光机。时光机，带你看过去。哦，咱今晚要去看过去啊。没错。恁拢知影嘛？今晚 AI 真厉害。最厉害。内面有真侪文化。哦，无就是公园。啊，无就是倒一个所在。啊，无就活动拢有啦。要互恁约。迄是倒位？啊是啥物事件？拢有。是，无唔对。啊，咱分数安怎算？哦，这回还拢总有4题。每一个人拢会来回答。啊，来摇到才得到3000，所以上最着12000块。哦，12000块我差去哦。好，来，咱即马第1位起来哦。对，两位队长啊。两位是竞争的对手啦。无竞争的朋友啦。是，迄当阵会真惊无？惊哦，坐你我嘿，心脏扑扑跳。是，啊，迄种感觉你即马想起来会感觉袂记一啦，恍如隔世。是，去点关了，你也唔知要讲啥。嘿，都看练习啥就讲啥。你读册是伫倒位？啊，伫日本，你当惊嘿。是，啊，你学台语是甲上学的？阿嬷，所以讲我腔口是较台南的。我讲唱歌，用唱的唱歌，唱歌嘿。介个最足好食，唔是足好食。啊，恁足好食，足好食，最好食。落去的是台南腔，是。啊，那阮这边你是，宜兰腔。啊，你宜兰就是
真好食。是咱宜兰生，嘿，对，宜兰头正港的头城囡仔，不要紧，咱无着咱搁继续，咱有着的，你嘛是搁继续哦。当然拼，哦，一定爱拼落去哦。好，来，咱即摆来拼一哦，好，头先咱有提示，阿上会甲恁提示啥话，斟酌听哦。好，来斟酌看哦，来上个咱提示一个。是刷落来这个影片吼，是咱台湾早期伫咧铺迄个马路的画面。哦，马路的画面。好，来，咱先看影片。哇，即摆搁通安尼行哦。哦。哇，搁会叮当。这恁应该搁有印象吧？吼。有以前有安尼。古早是土沙路，但是尾啊经过这个动作了，路拢变乌，搁变平啊！你敢知影？因铺迄是啥物物件？车手搭。古早路路好足歹行，后来变平变乌，请问是铺了啥物咧？刷落来这个影片吼，是咱台湾早期伫咧铺迄个马路的画面。马路的画面。好，来，咱先看影片。哇，即摆搁通安尼行哦。哇，搁会叮当。这恁应该搁有印象吧？吼。有以前有安尼。大家拢有看清楚啊！吼，去铺马路的啦，吼。好，来，我要出来啊！今日咱要去倒位？车出题。是，请问一下，咱头早有看到迄路吼是迄个古早是土沙路，但是尾啊经过这个动作了，路拢变乌，搁变平啊！你敢知影？因铺迄是啥物物件？等下哦，听我讲车手答无？因铺的是啥物物件哦？好，来，咱车手答。来。点马加。点马加。点马加，点马加。好，来，老师点马加对唔对？对。哇！来分数。就可以得了3000咯。小何头先讲的是大马加对吧？大马加。对，因为这确实古早传统本地名是叫大马加无？大马加。这个大就是迄个一大两大迄个大吼，马是当然用迄个马迄个马迄字啦吼。当然这是音译，其实这是外来语来的。就是对外国传来的有部分物件，拢会叫做大妈啥物安尼啦。落尾有可能是囡仔歌的影响吼，所以转对点啊加，其实迄个是小可噪音啦。应该原本是大妈加，对。大妈加哦。好，来，咱即马分数愈好哦，咱来加油呢。好，来，咱今日换人。第2位哦，是，又第3000啊，爱唱就唱。好，来阿翔，咱先提示。是，刷来要带恁来看的是1930年代咱的金马河顶悬足优雅的迄个形体哦。好，来先看影片。哇！这真古早呢。想看稻草那茶飞出来。你别相信我有这印象诶。真的吗？哇！好，来要出题啊哦，查清楚哦，哈！来，咱今日去倒位请出题。是，咱头早看到是1930年代开始吼，伫咧金龙河啦、国光河顶悬拢会出现的。咧车顶的这个小姐，你敢知伊这个职业叫什么名咧？来，咱车手答。来，嘉祥来。车中小姐。车中小姐。较大声。车中小姐。来，老师，你对唔对？对。来分数。终于有得了3000咯。来，咱请老师来解释。这个名真趣味吼，其实伊有2个名吼。先讲这个吼，这个是甲日语词有关系，其实是对日语词来的，就是伊这算好济汉语啊，就是讲日本人定这个车甲奖、车甲奖吼，的这个汉字的这个名定是日本人定的，对，所以这其实算日语词。
嘿，啊，毋过当然咱台语就是看到这汉字啊教堂嘛吼，啊所以车种车匠拢会使啦吼。啊，另外有第2个名，其实过去文化先生的歌都有讲到，叫做快车小姐。哦，快车小姐嘛是一个名。啊，当然你要讲职业，要讲快车小姐嘛会当讲职业名咧吼，所以我讲这2个名拢会使。好，来第2位啊哦，袂歹来讲后壁讲2位哦，来今日换人。好来，即马2000，嘿，即马万亿，哎，差9000嘞，加油加油！麻烦加油一下。加油加油！好来，上个咱先提示。是，刷来要带恁看的是咱宜兰海边啊吼，伫咧暗暝的时阵，用迄个电火去照迄个海面的物件，啊了来互迄个鱼仔知。哦，这叫罕有的哦。哦，这种较像样罕有哦。好来，咱先看影片。哇，真水！古早古早。哦，哇！哦，已经好起来，咧算啊，咧看啊。哦，你即马嘛够有哦。系即马嘛够有啊。嘛够有。是，宜兰我是唔知有啊无，我唔知，啊毋过别位也有。好，好来。这是伫咧宜兰海边啊暗暝啊的时阵吼，用电火照迄个光啊，互顶悬的鱼仔知。啊，你敢知影？因即马当咧互的，迄是啥物物件？好来，车手档。哦哟，谢谢呐。靠你啊！其实我唔知呢。啊，想者。我先唱就对啊。对。好的物件哦，我感觉是唔知呢，不拉鱼。这物件是鱼钓，但是对日本人足爱。是。麻鱼，叫做麻鱼吗？我唔知啦。伊是一种。你一个鱼钓后边你入唔着？麻。对。知。嘿。唔知咧，我唔知你讲乜嘢。咪你搁讲一解。麻知。哦。是。来，老师对唔对？是，好来分数。叫迄啲就3000咯。来，咱请老师来解说。对，这是日本时代吼，到大其实是拢有啦。啊，总是就是讲过去，咱拄仔看迄影片，就是算做用较古早的家私吼去好啦，吼。对啊，这是这个拄则迄个阿雄提示了，伤过明显啦吼。老师2000伤少啊。对啊，有影啦，这是迄个日本是足大宗的物件嘿。对，啊就是宜兰的海边吼，会有这个好麻仔的这款的渔民的活动嘿。所以讲，希望这种光景吼，通继续留着。一定啊！哦，咱以后的少年人搁通看。才有机会通体验。无唔对。好来，上尾啊一位啊哦，继续搁提分数哦。来，咱今日换人。哦，11,000，甲咱的5000，先听好提示。来，上个咱先提示。是，刷来要带恁看的是已经有300多年历史的一个古迹。是古迹哦。好来，咱先看影片。哦。哦。哎呦！哎呦！这侪人徛遐。这侪人哦。哦，一定他遇到这种相片不得了啊！对啊。是，好来，拢有看哦，看清楚啊哦，吼。好来，我要出问题啊哦。今日咱要去倒位？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这吼是已经有300多年历史的一个古迹，咱来看到知影，应该是咧拜拜的所在。啊，你敢知影伊拜是啥物人呢？好来，咱请手答。哦哟，来，好诶，规台车咧叮当来。我咧想应该是妈祖啊，因为台湾妈祖经就是这啊，上这人拜的，凊彩有。所以你感觉是妈祖？哦，好，确定哦。确定。确定。好，来，老师，妈祖对不对？唔对。来，咱机会来啊哦，是你知影拜啥？我感觉是拜。
因为那是妈祖观音符咒，观音符咒，观音符咒跟妈祖是，其实拢是神的啦。伊迄是算讲是要安讲，我通提出无？是。老师啊，老师就是老师。空主，你会记伊是老师，然后老师，所以你也是空主。是。好，来老师，空主对唔对？你敢要确定一下你的发音一个？老师意思就是要有你机会啊。空主，对啊。来分数，今日得了3000咯。来，咱请老师来解释。因为咱台南嘛吼，府城就是有即个1665年迄当阵吼，算是电成宫边仔迄个蓝烟华吼来起即个来主张讲爱起即个空主庙啦。所谓的全台修学吼，就是对于迄当阵的角度来讲，迄是算官方的，敢若讲最高学府安尼啦。当然咱这影片有一个麻烦所在，就是因为有真侪庙可能不只相像啦吼。若无看到一寡牌匾啦，还是啥物，可能真歹判断啦。所以这题目无好摇。毋过是空主庙啦，以上。空主庙，不过算袂歹啊啦。其实阮后一个回合哦，提分数甲真正是分数，即嘛是拍基础尔。无错。好，来先看两队的分数，看阮河队。河队即嘛有14000。来咱这边个咧。毛5000哦。好，来今日的第3回合，两家来拼台。第3回合，两家来拼台。开始笑。哇，有看到2号8提示，来上个咱先念8提示。是，有换钱头城、金曲奖、感性、罐头塔、热人甲动物园。来，咱8提示。2号是啥？恁知？2号就是代表8提示8个题目有无共款的介绍。所以介绍有偌济？上少1000，上济15000哦。看你通要着打一个啦。咱若是讲动物园，伊的奖金就唔知偌济啊。对。好，来，阮有2个提示，就是讲咱有一条救命的机会。其他咱拢通同齐讲咱要通选换钱啊，要选啥咱拢通同齐讲。若有一个就是讲我这条我袂晓，咱今日市会讲我要救人哦。这条命。队员就使甲你讲队员就通甲你斗3工。搁另外一个就是咱分数较少的人，咱通先来选。先来选。今日甲15000甲选起来，算你赚着啊！好，来，咱即马是这边。行。来，要选多一个。换钱好啊。换钱去日本爱换钱啦。对。钱较少，爱换较济倒来。换较济倒来啦。好，来，咱来看者换钱的奖金有偌济？7万哦，7万块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伫咧外国若是要换新台票，咱官方迄个钱的迄个符号，伊是 NTD 还是 TWD 咧？好，来你。TWD。免10秒伊就知啊。来是倒位 ？TWD。确定。因为我定咧换钱，所以讲会看一定是 TWD。台湾嘛，那就台湾啦。NT 唔知是倒位啊。好，对。来，咱来看者 TWD 对唔对？对啦。哇！奖金得到1万哦！冰滑哇！这有经验的应该真简单啦吼，就是讲国际上其实多数拢是甲咱就是叫做台湾安尼，台湾就对啊，所以。这 TWD 吼，就是国际上通行啦吼。毋过当然 NTD 这就是可能国内较有咧用，咱国内讲新台票的 New Taiwan Dollar 安尼啦。所以这是2个无共款，国内甲国际以上。来换咱啦哦。够机会。好，你要选多济？免试，你要选到。我要选头城。头城。我故乡。来，咱来看头城奖金有偌济？哦哟。好，来，咱请出题。
请问头城唱歌是台湾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个活动吼，通常咧旧历的7月15中元，还是7月30鬼门关的时阵举办？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这应该唔免10秒就知影。 7月30鬼门关。哦，好，来，7月30鬼门关，对唔对？来，分数。哦，终于又加交情又搁变化咯。哦，这因为这故乡的故事应该拢爱知。有够刺激。专辑内底有一条歌就叫唱歌。 哦，唱歌是阮头前囡仔自细汉看到大汉，拢是7月30。7月15是恒春的唱歌。哦，有分，有分。恒春嘛有唱歌。对对对对。好，来，咱听老师来解释。嘿，当然，咱这宜兰囡仔就知影吼，唱歌这个风俗哦，到今嘛差不多是头城上出名啦。吼，其他所在虽然有恒春社，但是咱知名度较无遐悬吼。可能是因为咱宜兰咧摆时阵，迄特别的盛大吼然后真侪人真正就去拼迄个伫咧迄个高层那拜有无吼。 嘿这是其实是咧祭拜孤魂野鬼啦，所以就是讲，嘛会当看作是台湾民俗的一种体贴的一个做法，祭拜迄个无主的啦，孤魂野鬼安尼的一个风俗。好，以上。还有啊？嘿，若希望讲真正要7月15的时阵，鬼门关的时阵，吼来，大欢迎。唔得人客人，哎呦，哎，偌早进前来去，足刺激的哦。早2天，早3天。 差不多应该是尾仔嘛，就爱去拜。去徛一个位啊，去占一个位我就想要看卖。是，去看一下哈。好，来换咱哦。一行来换你。行诶。无就罐头塔。罐头塔哈。好，来咱来看罐头塔奖金有偌济？哦。那真好算了呢。15000，咱请出题。 请问双重文化定定会看到罐头塔，送人罐头塔迄个战术吼，是徛家的还是徛箱的较好呢？来，你有10秒的时间。你要讨论吗？会当救人哦。爱好救人爱饲落哦。15000应该爱饲啊吧？无有啥物机会要饲？要好救人。徛，徛，嘿哦。徛。嘿。你们真正无要救人哦？无。徛，箱的徛。徛。徛。好，来，咱来看一下，对唔对？ 双重文化送人罐头塔的战术是徛数还是双数较好咧？请问双重文化定定会看到罐头塔，送人罐头塔迄个战术吼，是徛家的还是徛箱的较好咧？来，你有10秒的时间。你要讨论吗？会当救人哦。爱好救人爱饲落哦。15000应该爱饲啊吧？无有啥物机会要饲？是丧事吗？要好救人。徛，徛，嘿哦。徛。嘿。你们真正无要救人哦？无。徛。徛，箱的徛。徛。徛。好，来，咱来看一下，徛对唔对？哦。可能咱的观念是讲背包是爱包起来，对毋过这罐头塔，其实罐头塔这个词吼嘛有无共人有无共讲法，无共所在讲法咯。我毋知你有听过无？有一寡人是讲罐头通，规通的，伊毋是所谓塔，伊是规通安尼，嘿。主要就是讲，这嘛甲经济能力有关系啦。你若是算做讲较好个吼，就较侪站。可能8站10站安尼，若较普通可能4站6站安尼，嘿，所以这是甲包背包的风俗无共款安尼，以上。听讲因为背包是徛为啥罐头塔是香？因为爱祝福，所以祝福爱好事成双。安尼大家爱会记哩哦，会记哩这要创。袂使礼俗，因为这是礼俗，一定爱记的。有一个礼啦，毋通犯着人的礼。是。好，来换你后会。我要来选我甲以行6月底去参加的金曲奖。金曲奖，对。好，来，咱来看一下金曲奖的奖金有偌济？3千，嘛袂歹哦，咱差距都好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目前摕过上济摆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佮摕到咱世状元流到金牌的歌手是啥物人呢？
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萧煌奇，萧煌奇是因为车明显啦。你都金牌无什么啦。好来，萧煌奇对唔对？来，分数打给你。恭喜哦，得到3000咯。好来，咱请老师来解释。哦，这咱大家拢做了解啦吼。不过就是咱认为会当这个萧煌奇先生来迄个学习吼，伊摕到4摆吼，4摆嘿。啊，当然佮有参加这谢仲文吼，谢仲文对啊。我想其实大家参加金曲奖嘛，唔是讲所谓一定爱赢啥的，其实就是像咱拢台语的创作者，应该就是讲，吼，佮较侪人哦来关注咱台语的创作吼，啊，然后透过大家有得奖也是有入围，而且肯定会当吼，佮较侪人来关心咱遮的歌，咱遮的作品，吼，这较实在意义啦，吼。好，以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来一个继续。啊，有万二的啦。啊，明完了嘿。啊无好，来看者会奖金有偌济？5000哦。5000，来，他给2万啊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这个字的用法真特别，亲像35代表的是350还是3.5呢？哦，来，你有10秒的时间。35，嘿，来。就350啊。哦，有咧讲台语。有哦。对，读我就讲35嘛吼。你去买菜就是对话这样35啊，别家己收3.5啊。哦。好，来350，对唔对？来，他给你。终于得到5000咯，啊，了解啦。本来咱这个这字吼，这个这个音是第2条吼，啊，咱都要发音有诶较偏，敢若第4条的其实唔是是这字是第2条的吼，啊，本来这个字有几啊款用法，大部分拢是用伫咧讲较细的物件，也是讲叫人的时阵有时是一个较亲切的一个叫法，当然要讲负面的吼，甲人痞相的讲骂人的嘛是有，毋过咱这个会用伫咧这35，其实是较特殊的，就是讲算较简化、较平淡的讲法，就是350走350讲紧，煞变35安尼简化安尼，这是较甲其他的意思较无共的，嘿，算较简化的讲法。好，谢谢老师。来，马里奥。我要选感性。感性。好，来，咱来看感性的奖金有偌济？7000。来，咱请出题。请问台湾感性是今年伫咧网络顶端足穿的词，伊形容的是台湾怀古温暖的走路气氛。你敢知影这是对倒一个国家？这是倒一个国家对咱的形容？来，有10秒的时间。救人哦！来，韩国，你对韩国哪？水啦。哦，确定。好，安尼就选韩国。好，来，咱来看。韩国对唔对？来分数，终于得到7000咯！其实这是对咱台湾的一个使讲娱乐的一个讲法啦吼，因为这台湾感性，当然这是韩国人的角度感觉讲，咱来到台湾遮。那像就是真平静、真轻松，有好食物，人情味足高的安尼吼，伊一种这个感觉啦吼。对我想咱来把握这种这个互人这个正面的物件，咱来应该爱来保持吼嘛感谢韩国人互咱遮尔好的正面的评价。剩2个。以行加油哦！佫有偌济字？佫一个12的。12的哦，来行的。你若12踏起哩，你就差伊1000咯。哎呦！多恐怖！无热人。热人。嘿，确定吗？确定。好来，热人的奖金有偌济？有真热，有够热，1000。好，不要紧，甲摕起来嘛是分数。对。好，来咱请出题。请问每年
伫咧热人的时阵，咱台湾拢会举办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伊是伫咧倒一个县市咧？来，你有10秒的时间。啊，未用着救人，现在救人者。哦，救人。嘿，看因知无？唔知哦。知啊。哎呦，知哦。来，七姐，台灯，来演七姐，台灯，来，倒位。台灯，好，确定哦。确定哦。应该是。突然无。该看就确定，无啦，确定啦，确定啦。好，来，台灯对唔对？你大面拢有的啦，哈，来分数。恭喜又得到1000咯。来，咱听老师来解释。哦，咱这个字吼有腔口差吼，所以咱拄则有的人可能是热人，有的人可能是热人，吼啊，唔是热人哦，吼，迄个热算说爱保持本调袂使变啦，吼，啊，人是一个唔免强调轻声，所以不管你讲热人，吼，这个讲法，吼啊，当然表示啥？表示这个热天的意思啦，吼，嘿，啊，就是最近这个7、8月啊，吼，其实就是咧伫个诺亚高台，吼，讲诺亚高原嘛，有人讲啦，高原，吼，的迄个这个所在来举办，吼啊，可能记录上有拢超过10000人以上，吼，分配来参与，因为伊是一段时间啦，吼，啊有热气球升空啦，啊有可能配合一寡什么光雕音乐会啊，一寡无人机的表演秀啦，吼，等等，嘿，是一个真少人去参加的活动，好，好，来，上尾一个啊，动物园哦，好，来，咱来看下动物园的奖金有偌济。万二哦，好来，咱请加油！来，请问台湾公立的动物园有3个，伫咧台北、新竹、高雄3个所在。你敢知影上老阁无搬过动物园是倒一个来咧？10秒的时间，台北、新竹、高雄。上老的，上老，我选台北。哦，做自信的。嘿，你捌拢去过吗？我捌去过台北甲新竹。新竹，哎，新竹倒位的？新竹市啊。对啊，新竹市。真正哦。我刚才去过台湾的，台北的。哦，好，所以你确定是台北？因为我认为台北应该是上早发展动物园这个5路的城市吧，所以这3个比起来，我感觉台北发展较早。哦，是。好，来台北哦。台北是台北。好，来台北对唔对？好，来，咱会使讲这个新竹吼，的这个动物园吼，是真无简单。对这个1936年到大拢无这个搬刷过，吼，拢一直伫迄个所在。上老的动物园啦吼，啊虽然讲这个台北动物园嘛是历史真久，伫日本时代就有啊吼，毋过因为伊有搬刷过，嘿啊，所以咱答案就是讲是这个对头到大拢无搬过，就是新竹动物园，这是上老的安尼。好，谢谢老师。来看分数，嘿，先看好的，好的，即嘛33000。啊那。平的，嘛有21000。好，不要紧，咱赶快来去咱的7秒达1000金。7秒达1000金。看图要属意。哦，咱等下有互恁看图。啊，其实迄顶面的图的意思就是咱的俗语。是啊，几个字嘛会先甲你讲。嘿，啊，咱来摇。吼，啊，秒数愈侪，摕的奖金会愈侪哦。无错。吼，来，咱即马看，咱即马奖金偌济？33000，所以33秒。33秒，上咱咧无够啦。嘿啦，搁甲添30啊，变63秒，好无？63秒，无错3题哦。嘿，好，来63秒哦。来，上个咱请出题，6个字紧的哦，来。加油加油，紧斗者，一个查某啊，一个查某，紧嘞，边拢是钱呢。嘿，红甲啥？33000块奖金，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来63秒哦，来上个咱请出题，来请看。哦，来。5个字，
要考无目屎。哦，正确。对哦，要考无目屎，真正考袂出来。我那刚刚成龙大哥哈，嘿，Jackie Chan，要考无目屎5个字哦。来，咱即摆看几秒。哦，够56秒咧，56秒，生产就这种速度上好。赞，加油加油！好，来继续哦。来，上个车出题。来，这看。哦，6个字。一查某，一查某。嘿。啊，边有啥？我看个甲迄个金条。哦。6个字，紧个哦，来。加油，紧斗者。是咧，什么咱台语上句啥话？嘿，啊，你讲出来，甲别人讨论啊。你家己咧心内算，无一定别人知影。我天转紧条。我金转。不是，过来，一个查某啊。一个查某。紧，边拢是钱呢。嘿，紧。是啥？红甲啥？听某嘴大富贵。这个。哎呦，啦，你甲看咱即马，袂歹。哦，够20秒。好加载，是，听某嘴大富贵啦，上尾一题哦。加油，够20秒哦。好，来，咱请出题。好，来7个字。哎呦，你查某足气富富的。你看伊咧什么所在？白水果。嘿，在车内底伊咧创啥？闲货人才买货人。啊，对，台语安怎讲？再讲一下。闲货人才是买货人。台语怎么讲？台语。嫌货这是买货人。正确。嫌货这是买货人。啊。你讲较大声，互伊听。我一直叫你讲较大声台语。嫌货这是买货人啦。对啦。是，来，咱即马看有几秒。剩1秒。哎，伊头拄仔讲的时阵，佫10几秒咧。是啊，不要紧。所以1秒是咱的奖金偌济？1000。嘛袂歹啦，不要紧，第2道再过来就好啊。有影。好，来，咱嘛开始去颁奖。1000块嘛是奖金哦。好，来，不要紧，咱金牌甲金牌。好，而且咱上尾还有100万，无紧，这需要奖无紧啦。是，咱今日的初赛先甲摕起来就对啊啦。好，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感谢咱的陈鸿辉老师辛苦了。再见有 TV， 到顶表台语。好，互你大家拢欢喜哦。再会。谢谢。感谢学弟。多一支。哦，顺利，拔倒呀啦。